影音樂、最佳音響效果同埋最佳視覺效果嘅提名㗎，非常之犀利，一共11項嘅提名啊！歡迎古生，歡迎滕麗明小姐，歡迎書軒，歡迎郭善妮小姐，歡迎洪金寶先生，歡迎晒我哋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團隊。好，我哋可以再褪前啲啊！你哋呢個團隊非常強大啊，人強馬壯啊！歡迎整你，成個海旁先可以企得晒《尋秦記》呢個團隊，非常之犀利。冇錯。好，咁我都想請教一下古生先。嗱，《尋秦記》咧可以話係真係非常之多人嘅青春啦。今次原班人馬回歸，將25年前嘅夢做完，對你嚟講會唔會係都係一件好夢幻嘅事咧？我諗一個由電視劇變成電影，仲超過25年係一個，我覺得好夢幻嘅事啦。咁今日走到嚟呢個紅地毯，我覺得更加開心。係紅地氈。成個團隊啦，經歷咗好長嘅時間啦，即係亦都原班人馬好多人參與啦。咁我哋喺電影嘅時候咧，裏面有唔同嘅結果嘅，有彩蛋，即係有唔同嘅結局啦。古生會唔會其實有更加多嘅發展，更加多嘅結局喺嚟緊？我哋有機會可以繼續期待咧，同我哋一齊繼續成長落去咧。呢個古仔，每一個故事都有佢自己嘅結局啦。咁今次我哋用咗一個多元宇宙嘅設計啦。咁啊，先唔好講電影後邊有咩結局先，我覺得最緊要係今晚嘅結局先啦。咁希望尋秦記一個好好嘅成績啦。會有個好完美嘅結局啦，今晚一齊吹紅地氈影一個好好嘅，我唔敢講結局啊，係一個好好嘅大家想見到嘅效果嘅經歷啦。冇錯。咁都想喺呢個時候咧問下啲提名最佳女配角嘅滕麗明小姐，你好，善友你好，你好你好。嗱，過去30年，我相信咧陪伴香港觀眾最多嘅其中一位議員一定係滕麗明小姐啦。你話你好樂意陪伴香港觀眾嘅，亦都最緊要希望佢哋記得你係一個專業嘅演員。獲得女配角嘅提名，係咪就已經對你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意義，或者就係同呢一句說話嘅心情好相似啊？其實得到觀眾支持，其實已經係最大嘅獎勵。無論有冇獎都好，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獎勵。最緊要就係《尋秦記》真係陪住大家成長。我哋《尋秦記》電影嘅完美，係等於另一個《尋秦記》嘅開始。哇，冇錯。我想問下洪金寶大哥，嗱，電視同埋電影當然喺設計各樣有好多唔同嘅分別啦。譬如今次啦，《尋秦記》嘅電影有好多古代兵器同埋現代科技嘅打鬥場面啊。喺設計動作方面咧，點樣將呢啲完全唔同風格嘅擺埋出嚟，令大家睇到耳目一新、嘩嘩聲嘅感覺咧？冇乜變動嘅啫，都係要用腳啊、用拳啊、用手去打嘅啫。最緊要好睇同好打，係。最緊要好睇同好打都係《尋秦記》度體現咗出嚟啦。講到好睇咧，Jessica 同 Sonia 咧係咁耐都係咁好睇。冇錯。即係訪問兩位啦，要用古話嚟講嘅喎，應該佢哋嘅角色講古話㗎嘛。係交俾你一講古話 ，Shirley。問下兩位，如此良辰，喜自慶來，今日是否有重任在身呢？等會兒就會知道。多謝你啊，多謝你陪我。等會兒就會知道了。哦，嗱，今心情緊不緊張呢？還可以，還可以。呢句係通用嘅，同埋好明顯見到咧，成個角色嘅成長由電視再去電影咧，佢哋過咗20幾年同項少龍生活咗咁耐咧，佢哋都開始講我哋呢啲白話嘅咧。冇錯啊，其實根本就可以同我哋一樣咁樣講。但係我諗成個團隊真係好重要，真係陪住香港嘅觀眾一齊行過咗25年，係好多觀眾一個好重要嘅回憶。希望大家經過咁長時間嘅努力，今晚可以攞到你哋好想要好好嘅成績啊！好，咁我哋咧都喺維港前影翻張合照先。陣容強大，我哋再企親密少少啦，可能都要。冇錯，鏡頭見到嘅就我哋尋秦記嘅團隊，一共11項嘅提名，無論係台前幕後。